弟兄姊妹平安，又係咧我哋日津真道作主門徒嘅時間啦。咁咧真係都好開心喎，真係能夠咧同大家咧係一齊咧嚟到咁樣去讀聖經啊，研究咧點樣去做大使命咧。內心好快樂，好快樂，好快樂啊！即係每日可以同你哋講十零廿分鐘吓。即係我覺得咧係有一個有可能、一個可行嘅方法咧，係可以讓到有心嘅弟兄姊妹咧，係真係每日吸收少少，每日吸收少少咧，咁然之後咧，逐漸咧，越好明白、好明白咧，有關大使命門訓嘅聖經喎。好啦，咁我哋繼續啦。咁咧，我哋提出咗咧。自己咧一個個人侍奉嘅標杆，就係我哋點樣做主嘅門徒咧吓。因為帶人做主嘅門徒咧，先要帶自己啦，係嘛？咁咧我哋就話我哋要做一個真門徒。咁好地嘅好種子講咗啦，係嘛？進窄門嘅，走窄路嘅，講咗啦。咁今日咧講埋枝連葡萄樹啦。我喺約翰福音第15章第1節咧，至到第7節啊。我哋睇睇咯噃。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嘅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嘅，他就修理乾淨，使到枝子呢結果子更多。現在呢，你們因我講給你們嘅道呢，已經乾淨啦。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呢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呢段嘅聖經係好出名咧。咁可能你淨係記得枝子連喺葡萄樹啫，係嘛？但係有冇好仔細去讀下佢咧？咁樣好值得，好值得，好值得仔細去讀噶。而且咧，我自己嘅感覺咧，當我讀呢8節嘅經文咧，1至8節啊，頭先講1至7，應該1至8啊，我就發覺咧，雖然好短啊，但係裏面咧好豐富啊，即係好似一碗湯咧，好濃稠，好濃稠，好濃稠啊！值得我哋慢慢去吸收噶嘛，慢慢去睇，慢慢去吸收。我都打算分好多次咧，同你哋嚟到分享，每次10零20分鐘啊，可能要分好幾次咧，先可以咧好好地去吸收呢8節經文嘅內容。好啦，我哋咧先講一個重點先。凡屬我不結果子嘅枝子，就剪去。呢一個咧剪咗去，剪咗去就唔喺葡萄樹嗰度啦，係嘛？咁所以咧呢一個係唔結果子嘅，咁所以咧佢應該係未信主嘅噃。不過有啲人話唔係唔係，凡屬我，咁都既然係屬基督啦，咁應該咧係信咗主嘅啦。不過佢又軟弱咧，唔結果子嘅啫咁樣。其實咧，呢個困難咧就好容易解決啦，因為係約翰福音咧
係由13章一路至到17章咧，都係主耶穌嗰個最後晚餐一路去到被捉拿嗰晚啊所發生嘅事所講嘅嘢，咁所以係同一段嚟㗎。喺呢個同一段咧，約翰福音第13章咧，一開始咧，主耶穌就話啦，佢愛世間屬佢自己嘅人咧，就愛佢哋到底。哇！世間啊，好似好大咁咯，世間屬自己嘅人咁啊，哇！即係咁啊，變咗以為即係成千上萬啦，甚至所有人。不過咧，我哋睇清楚咧，其實主耶穌係講緊12個門徒嘅啫，而且包括猶大。咁所以咧，呢一個嘅猶大咧都係屬主嘅噃。不過猶大咧係未信噶啦，啱唔啱啊？好清楚噶啦。啊，咁啊，加上主耶穌親自講啦，猶大未曾洗醋嘅，即係未曾俾寶血洗淨嘅。啊，其他嗰啲咧，門徒咧已經係洗咗醋噶啦，用水洗一洗腳，成身係乾淨嘅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可以解決到咧，凡屬我咧，唔可能係未信嘅呢一個疑問啊，有可能嘅喎。即係有啲嘅枝子咧，原來咧都係好似楞喺嗰啲棵葡萄樹嗰度啊。咁啊，如果應用喺實際嘅情況係點咧？即係佢都話信，佢都參與基督徒嘅群體啊，佢都會聚會定係點樣啊？或者咧佢話俾人聽佢屬主啊，佢係受一浸啊。咁啊，呢個你哋自己諗啦嚇。咁佢好似連喺呢一個基督嘅群體嗰度嘅，但係主耶穌話咧，如果佢係唔結果子嘅未信主咧，其實天父咧係會將佢剪咗去嘅。嗱，呢個第一點喎。第二點咧就係話咧，第6節，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咧，就好似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嚟咧就抌咗喺火裏面燒啦。咁啊呢一度咧就我哋今次咧提出一個嘅解經嘅觀點咧，就話一個常態唔喺主裏面嘅人，咩叫常態？即係佢經常都唔喺主裏面嘅。咁啊，其實佢係未信嘅啊，咁樣喎。咁所以咧呢一個咁樣嘅呢一種嘅常態唔喺主裏面嘅枝子咧，其實咧都係會剪咗噶啦。咁佢就喺外面咧就枯乾咗。咁啊，最後咧係抌去燒啊。咁啊，抌去燒咧喺聖經嘅比喻裏面咧，好多時都係講到地獄啦。啊，咁但係有啲人咧就話唔係咁解嘅，即係話咧有啲嘅基督徒咧，佢就好愛主啊嘛，佢係精兵嘛，咁佢成日靈修啊，親近神啊，咁佢時常都喺主裏面咯。咁呢啲係好好嘅啦，呢啲係基督徒中嘅門徒啦，基督徒中嘅精兵啦，咁樣啊。咁但係咧，有絕大部分咧都係唔喺主裏面噶，喺外面枯乾噶咁樣。咁佢話真係喺外面枯乾就唔能夠做咩啦，即係侍奉唔到好多嘢啦，好軟弱啦。咁佢話燒啊，點解攞去燒啊？唔係地獄嘅火。係咧嗰個咧，將來喺基督台前咧，每一個得救嘅基督徒咧，我哋所做嘅工程咧，都係要去經過一個火嘅考驗。如果呢個火燒一燒佢存得住咧，咪金銀寶石咯。存唔住咧，就係草木禾秸啦。咁啊，有啲人係咁講噶噃。啊，咁我自己咧就唔係咁睇啦。因為呢度講係嗰個枝子本身咧要被燒，就唔係咧個工程咧係被燒。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啊？咁啊唔同噶噃啊，咁啊唔係話佢結嘅果子咧，或者佢嘅工程係被燒咗去，係呢個枝子本身都被燒咗啦。
所以同咧嗰度講話自己係會僅僅得救啦，但係所做嘅嘢為主所做嘅嘢嗰啲工程係冇晒啦，就似乎又唔同咯。咁我自己認為咧，一個基督徒咧，佢應該係成日都係連喺葡萄樹嘅。啊，一個基督徒應該係咁嘅。啊，如果個基督徒咧就話自己係基督徒，但係成日都唔連喺葡萄樹咧，咁就好似雅各書講，佢有信心冇行為喎。咁究竟佢嘅信係唔係真嘅信咧？啊，咁啊，我有機會要去詳細去睇下雅各書啦，係咪？啊，咁啊，所以咧就係如果一個基督徒啊，佢係真門徒，佢係好地好種子，佢係進窄門走窄路，但係咧佢就係成日咧都唔喺主裏面嘅喎。啊，咁真係即係我哋都有覺得好奇怪嘅喎，嚇，點解嘅咧咁樣啊？咁啊，所以咧，如果一個人咧成日都唔喺主嘅裏面，啊，絕大部分嘅時間都唔喺主嘅裏面，咁其實咧佢係未信喎，啊，咁啊，所以咧就會抌喺火裏面燒。咁我自己最近對於咧基督台前嗰個工程嘅考驗咧，我有一個新嘅亮光。我諗到我自己，我諗下，如果我將來見主面咧，如果咧我就同主講話，我主啊，我為你做咗呢個工程，嗰個工程做咗好多嘢喎。咁主話：哦，係啊，做咗呢啲嘢，做咗呢啲嘢，哦，係啊。咁咧，但係你有冇領人做我嘅門徒啊？咁樣。咁如果我話冇咧，咁啊真係交唔到賬喎，係咪？咁如果我領唔到30個咧，一生領唔到30個真門徒去跟從主咧，咁啊真係唔係好交到賬喎，啱唔啱啊？啊，雖然我係得救，但係原來我咁辛苦做嗰啲嘢咧，個價值好低啊，因為我做咁多嘅嘢咧，都唔能夠使人咧做真門徒進入永恆嘅。咁即係我做嗰啲嘢咧，就永恆價值好低啦。難怪咧喺今生咧就好似係一個工程啦，為神做咗好多嘢咧。啊，去到俾主考驗一下之後咧，嗰啲完全都係冇用噶咯。原來，所以咧我都勉勵自己喎。啊，我真係要一生領最少30個啊！因為如果我係好地好種子咧，我就結最少30倍啊嘛。啊，甚至係60倍啊嘛。啊，甚至咧係100倍啊嘛，係咪？啊，咁我就最近咧有一個亮光咧，就以呢一樣嘢咧作為我自己啊，將來去到基督台前咧，我為主所做嘅嘢咧，勞苦努力所做嘅嘢咧，究竟係有冇永恆果效嘅一個指標啊？啊，好，咁咧第三個重點啦，結果子咧，你第8節啦，你們多結果子咧。多結30倍60倍100倍嘅嘛，係咪？我父就因此得榮耀。咁我哋能夠帶人到主嗰度啦，認識天父啦。咁當然係天父得榮耀啦。你們咧也就是我的門徒啦，咁樣。原來咧我哋要結果子咧，先至係主嘅門徒喎。咁如果我自己去睇呢一段嘅經文咧，就係講到咧，如果係結果子嘅咧，先至係主嘅門徒，先至係信主嘅。咁不過咧，有唔同嘅解經嘅立場啊，係嘛？有啲話唔係啊，嗱，唔係好似你咁解噶吓，嗱，我哋咧就認為咧，第二節嗰啲咧，屬基督噶吓，不過佢唔結果子啊，佢即係信咗主比較軟弱咁啦，係嘛？啊，咁然之後咧，第6節嗰啲咧，不常在主裏面都係基督徒嚟噶吓，不過咧佢哋又成日都唔親近神咯，成日同神嘅關係咧都係唔通噶咯吓，咁佢哋係基督徒啊咁樣。咁第8節嗰啲咧，都係基督徒咁樣，咁所以咧呢啲係基督徒中嘅精英咯，呢啲就係咧精兵啦咁樣，呢啲咧
就唔單止係基督徒啦，佢就係主嘅門徒咁樣。嗱，咁啊有兩種咧，起碼係嘛嘅釋經嘅立場。咁啊，我好沉氣啦，我都講咗幾次啦。我話喂，其實你無論係用邊種嘅釋經立場去理解頭先嗰段經文啊，枝連葡萄樹呢段咧，啊，你用咩立場去理解？啊，約翰福音第15章1至8節都好啦，啊，咁咧都會係贊成咧，信主嘅人啊，係應該要成為枝連葡萄樹嘅主嘅門徒，啱唔啱？啊，咁啊，如果係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要努力加油啦！啊，咁我咧將會咧同你哋咧詳細去睇約翰福音第15章喎，甚至乎咧唔單止睇到第8節，我會同你哋咧睇到去咧第17節噶，咁而且我哋會知道咧呢一段經文喺結構上咧就分為3個大段落。不過咧，今日唔去詳細講啦，因為每日咧，我哋咧就係講大概20分鐘之內咁咧就我哋希望咧每日好恒心，其實每日咧呢一個嘅力量好大嘅唔好咧間唔中一次嘅培靈會、奮興會咁咧我哋係每日好好地嚟讀聖經、研究聖經咧，個威力係好大所以我今日咧嚟錄嘅時候咧，心裏面好興奮喜樂我希望我能夠咧最起碼堅持1年喎。其實我心裏面梗係唔係咁諗啦，我希望我堅持一世啦。咁大家彼此代禱下，咁為我禱告啦咁希望我繼續能夠咧將到咧關於門訓嘅聖經咧同你哋分享。上帝賜福，我停喺度啦